大家好，我係 Morning Sir，歡迎嚟到 Show Me Your Love 呢個 channel。我相信昔日上帝向古以色列人講嘅說話，佢哋同上帝相處嘅經歷，對歷世歷代上帝嘅子民，包括咗我哋，即係你同我啊，仍然係相關，係 relevant 嘅。希望你可以喺呢個 channel 裏邊揾到同你屬靈生命相關嘅信息，同上帝相遇。By the way，記得喺睇完之後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啊！大家好，我係 Morning Sir。我哋嚟到微型專題打底篇嘅5B 啊，承接上一篇，我哋嚟到咧，我最怕讀地理嘅下半場啦。咁就我哋上一次咧就已經講咗幾個嘅時段啦，就係亞伯拉罕或者列祖嘅時代，跟住到出埃及啦，然之後就去到講個十二支派同埋士師記嘅時代啊，十二支派進迦南，然之後就去到士師嘅時代。今次我哋嚟到，我哋見到啦，圖裏邊呢度啦，就所羅門統治嘅全盛時期嘅以色列聯合王國。我哋大概有個印象，十二支派佔據嗰個嘅範圍係如何？今次咧，我哋見下嗱，同樣係圖片係採自聖光聖經地理資訊網嘅，咁都好似上次咁講啦，大家記得要多啲去，即係如果要講到地理呢啲嘅名字等等咧，多啲用呢個網頁免費，非常之好用啊！即係但係亦都正如上次所講啦，即係每一個地點究竟佢嘅確實程度去到邊呢？有時咧越係遠古或者越係只係提一次半次嗰啲咧，我哋越難去確定佢個確實地點。咁相對嚟講，如果有啲係源遠流長嘅雖然係遠古，但係一直都係喺文獻裏邊見到個地名咧，咁比較容易啲。咁呢一個嘅聖光聖經地理資訊網咧，亦都會講有幾多個可能性啊。咁然之後標示出嚟嘅就係呢個網頁嘅編著者嘅俾出嚟嘅佢嘅選擇啦，咁同埋亦都有現代呢個地方嘅地名係乜嘢嘅或者距離某個城市，如果好難確定嘅地點嘅距離某個城市，大概應該係譬如東南或者西北咁幾多公里，咁佢都有講嘅。咁去到所羅門統治嘅時代就即係好明顯係大衛之後啦。咁所羅門統治嘅時代咧，可以話係以色列即係點樣叫聯合王國咧？你就第一件事就可能諗起英國嘅名啦，United Kingdom 啦，或者阿拉伯聯合酋長王國啦。咁佢叫 United Kingdom of Israel。咁好多時啲書翻譯，我諗係用咗一個都幾西方嘅概念，因為佢認為南國同北國咧未分裂之前咧係兩組嘅部落咧聯合一個聯盟嘅。咁事實上我上次都講過啦，佢其實係一個嘅支派嘅聯盟啊。咁但係當時嚟講並唔係有一個好確實嘅。你問我，我會覺得佢只係一個聯盟嚟嘅啫。同今天我哋對於國家呢一種國族觀念係好唔同嘅東西啊。咁但係有誠然，即係你大概都記得，如果你有睇聖經嘅時候，你會記得即係大衛係首先係喺南方即係希伯倫度作王咗好幾年，然之後先至北方嘅支派，因為掃羅已經死咗啦，亦都佢個仔約拿單亦都死咗後繼無人啦。你可以講話約拿單嘅孩子亦都出走咗嘅時候，於是乎就走嚟揾大衛，你可唔可以都管治埋我哋作我哋嘅王咁樣？於是乎大衛就去即係自己去打下一個城嚟，去成為兩個地方嘅首都。咁所以咧稱為聯合王國，就大概係因為咁嘅原因。好啦，大衛打下呢個城咧，我哋都知道啦，係今天即係仍然非常之出名嘅耶路撒冷呢個指住呢個位置。原本大衛係喺南方一啲嘅希伯倫嗰度作王嘅，咁到北方嘅支派嚟揾佢嘅時候咧，咁點解佢又唔將個首都定喺南方或者北方咧？呢個亦都係有好多解經家幾十年前已經咁講噶啦嘅猜測我就都接受呢個講法啦。比較你可以話人性化或者政治化嘅角度去睇啦。因為如果你繼續留守喺南方度嘅，北方嘅人往後就會話你都偏幫南方㗎啦。即係你睇下，你都冇改過你嗰個總部首都嗱，當時嚟講，用首都呢個名稱真係太大啦，因為佢只係一個地點，就係王居住嘅地方你亦都唔好諗到個皇宮係好似所羅門所起為自己起嘅皇宮，或者係
即係啲希律嗰啲咁嘅大嘅建築物嗰啲啊，可能係一間比較大嘅茅屋啊，或者一間有得2層到嘅屋啊，所以當佢住喺個屋頂度喺度遊走閒踱啦，年紀大嘅時候，可以望到隔離屋有女士啊，拔士巴喺度沖涼嘅咁樣。只不過佢間樓比較比人哋高啲啫。你幻想下係住喺外國，咁你住一個 house 咁樣，喺個 house 嘅頂望過去人哋隔離嘅車房，或者望過去隔離人哋嘅草皮，咁就見到人哋喺度淋緊花啦。咁唔一定係一個好宏大嘅宮殿咁。咁佢定都咗喺耶路撒冷，咁又唔係喺北方度揾任何一個當時嘅北方嘅城市，例如啊啲示劍呢啲啊。誒好傳統嘅宗教城市啊，即係有邱壇啊呢啲嘅地方。原因啊，有啲解經家嘅估計就係話，佢既唔想得罪北方，又唔想得罪南方，並且佢要為自己留一條後路。大家會記得耶路撒冷本身喺大衛攻取之前呢，稱為耶布斯人嘅地方啊，耶布斯人嘅城市。直到大衛帶兵嚟圍剿咗耶路撒冷，打下咗佢之後咧，啲人咧就叫耶路撒冷做咩啊？叫做錫安嘅保障，或者係大衛嘅城啊，大衛嘅保障啊。即係佢認為咧，呢個耶路撒冷俾大衛打下咗之後咧，係屬於大衛嘅私人財產嚟嘅。點解會咁講啊？嗱，我哋從其他嘅經文會見到咧，每當大衛帶兵帶其他支派嘅人去打嘅時候咧，即係各個支派嘅人咧，嗱，從前咧發達係冇乜機會嘅。其中一農民啊嘛，有咩好發達啫？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出戰，然之後打完仗之後咧，分戰利品啊。打贏咗兼且冇死到咧，就有權分戰利品啊！就住分戰利品咧，大衛都曾經處理過一個課題噶嘛。大家會記得喺經文裏邊講，究竟出戰嘅人有權分啦，定係留守冇上到前線但係看守物品嘅人都有權分呢？最後大衛就話兩方面都有權分，因為大家都係有出去打仗嘅咁樣。分戰利品係一樣好重要嘅東西，所以有啲解經家就認為。大衛當年冇叫12支派嘅任何一啲人去出戰去攻打耶路撒冷，反而用翻自己嘅近身親兵，全部可以話我估計係外族人啊！你留意下，即使佢後來啊搶咗人哋嘅老婆啊，即係拔士巴嗰個原本嘅老公啊烏利亞咁樣，佢係咩啊？黑人嚟噶嘛？即係唔係做黑 gas 嗰個啊？即係佢個民族叫做黑人啊嘛，Haters 嚟噶嘛？即係。佢身邊嗰啲親兵其實係外族人嚟嘅，因為大衛流亡過，俾掃羅逼害嘅時候流亡過出去其他嘅地方咧，咁佢身邊冇帶住好多個以色列人，跟隨佢嘅除咗係一班流民狗黨啊，所謂失意嘅人啊，即係社會唔接納嘅人之外咧，即係就係一班嘅外族人，所以佢就係帶住自己嘅親兵嚟攻取呢個耶路撒冷，成為咗佢自己嘅城市。點解話佢為日後鋪路咧？即係解經家亦都估計咧，佢擔心啊，即係呢一樣個聯盟唔會長久嘅。如果日後無論南方定北方或者南北方都唔接納佢做皇帝嘅，佢自己做得唔好嘅時候，咁咪要交翻個城出嚟咯，如交翻佢自己嘅屋企出嚟咯。如果塊地係屬於其他民族一齊啊，其他支派一齊有份打嘅，咁所以唯獨是啲支派冇份打嘅。呢塊地先至只係屬於大衛啊，其他人冇權去 claim 啦，去宣稱有個產權去分呢個戰利品啦。並且呢一個地方，就算日後佢唔係做王，呢個都係佢個城啊，嚟到咧都係佢個地方，佢有權去捍衛呢個地方啊。其他人就冇一個合法啦 legitimate 嘅 reason 啊嘅理由去要求攞耶路撒冷。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一啲解經家啊，幾十年前嘅講法嚟㗎啦，即係認為點解大衛咧唔揀好南方，亦都唔揀好北方，而係自己走咗上山上邊去攞住一個即係有天險防守嘅咁難都要打上去啊，就係想要呢個耶路撒冷嘅城。咁無論點都好啦，從呢一個整體嚟講，翻轉頭講，所羅門統治時間全盛時期咧，係被認為係以色列聯合王國嘅一個金色嘅王朝。咁你又有金色有冇銀色啊？有，日後去到耶羅波安二世啊，唔係分裂大衛王朝嗰個，即係唔係即係啱啱南方就係所羅門嘅仔羅波安，北方就係耶羅波安作王啊，因為有先知為佢膏立咗
嗰個時代喎，係後來啊，去到南方就係烏西雅，北方就係耶羅波安啊，或者歷史稱為耶羅波安二世。呢一個兩個王加埋個土地咧，先至及得上，或者亦都有啲人認為係稍微啊大過所羅門統治嘅整個嘅國家嘅版圖，所以呢一個咧已經超過咗之前我哋睇咧十二支派。嗱，十二支派大概就係呢一個範圍啦。因為十二支派嘅時候仲未有本事壓制到亞捫、摩押、以東同埋上邊嘅亞蘭呢個咁強大嘅國家啦。咁但係去到即係你記得，即係所羅門嘅時代就唔同啦。佢有你話壓制又好，即係聯盟啊，即係又好啦。咁啊，佢同亞蘭係好 friend 嘅。佢同亞蘭王啊建聖殿嘅時候，要攞利巴嫩嘅木材啊等等。咁所以個勢力係去到海岸線啊呢啲咁嘅地方。咁然之後嗱，推羅西頓呢啲海岸線嘅地方啦，亞蘭啦，跟住大馬士革咧，或者叫做大馬色啦。落翻嚟十二支派傳統嘅地方，以至於因為大衛嘅緣故咧，攻下咗啊，即係以東被佢嘅統治咗，摩押、亞捫，咁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範圍，全盛時期嘅以色列國。但係後來我哋都知道啦，一分為二啦，啊，即係當南國就變咗做南國猶大啊，北方就變咗做北國以色列嘅時候，就分別好似上次所見啦，就由呢個猶大同埋便雅憫。如果你心水清嘅，記得上一次咧，仲有個西面支派喺呢一度嘅，咁啊應該係佢應該係屬於臣服於呢個北國嘅，咁啊即係呢個地圖就冇 show 到咁低嘅地方，或者冇 show 到所有嘅地方啦，咁樣。咁點樣處理西面咧？從來都係一個有趣嘅課題嚟嘅，咁啊唔喺呢度詳盡啦，啊有即係有機會先啦，係咁嗱喺呢度猶大，仲記唔記得耶路撒冷喺邊啊？唔使記得嘅，咁啊你見到個箭嘴呢度咧，咁啊指落嚟，咁啊耶路撒冷咁啊，咁然之後咧北方北國嘅首都係咩？一二三，撒瑪利亞，撒瑪利亞喺呢度，喺呢條河嘅當當啊出咗嚟嘅呢一個撒瑪利亞。咁如果你心水清嘅，讀得熟聖經嘅，你記得其實北國原初定都咧，喺初初咧係得撒嘅，即係呢一個位置。後來先至搬咗去撒瑪利亞嘅啫。咁啊，慢慢攞本列王紀嚟睇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啊，即係呢啲名字，呢啲地方嘅名字都出現嘅。咁樣邊個王朝先至轉咗去撒瑪利亞咧？咁啊，自己做下功課，睇下聖經咯。啊，唔好淨係睇 YouTube。咁啊，都要揸住 YouTube 睇下聖經。嗱，示劍啦，即係當呢個即係十二支派入嚟嘅時候，無論係示劍、示羅呢啲地方咧，大家都唔陌生噶啦，即係都係常常見到嘅。他泊山啦，咁呢啲地方係屬於北國嘅地方。咁啊，既然非利士一場嚟到啊，見到咁，我哋又提下啦。咁有幾個地方啊，非利士其實咧係一個原本係沿海嘅，即係我哋叫做今天估計係去到即係出咗嚟個地圖呢度塞浦路斯嗰啲地方。然之後咧，經過航海咧，就嚟到呢度上岸，就成為咗一個軍事嘅強國。因為非利士咧，比以色列人咧係早獲取到呢個做鐵嘅技術啊，所以用鐵器嚟打造武器啊、鐵車啊呢啲嘅工具。所以佢哋選擇喺平原嘅，因為鐵車、馬車啊，唔係馬車啦、牛車啦，或者一啲牲畜拉嘅車，馬係好貴嘅東西，通常都唔係。咁係唯有喺平原先打到仗嘅啫。你上山咧就真係拉牛上樹啦咁樣。咁非利士有五個嘅首都嘅，五個主要城市都已經咁講啦，即係亞實突啊、亞實基倫啊，呢度睇唔到啦；加特啦、加撒啦、以格倫啦，咁呢度睇唔晒啊。咁呢度只係睇咗一橛啫。咁你有興趣啲非利士嗰五個城市咧，你可以上網就係用翻呢個網頁啦。咁啊去揾翻呢啲嘅城市。不過既然見到咧，就順便提提。咁啊，約帕啦，後來去到即係新約時代都會見到呢個城市嘅。咁啊，即係好啦，河西就呢邊啦。咁啊，唔係爵士啊，係河西嘅地點啊。河東就係呢一邊咧，就我哋上次都講過咩啊？呢個馬拿西支派有河東嗰邊咁啊。咁而當然啦，河東不能不提嘅就係河東過咗嚟死海嘅呢一邊咧，有摩押啊。即係其他初初入迦南嘅時候，嗰啲希實本啊，即係阿摩利王西宏啊，呢啲咁嘅，大家可能都記得個名字啦。啊，睇翻約書亞記啊呢啲嘅時候，你會見到咁啊。呢個就係，但係呢度係咧講緊南北國嘅時候，
咁啊，去到後來啦，北國先滅亡。北國滅喺邊個嘅手上面呢？就係亞述帝國啊，尤其是亞述王提格拉比列色三世，佢係即係對於要佔據整個嘅近東地帶咧，古代近東嘅地區咧，佢係有計劃，亦都有能力嘅。咁而喺呢個圖裏邊咧，移開我名呢個 text 先，你就會見到啦。從呢個黑門山嘅路徑啊，嗱，黑門山就有條河啦，呢個弟兄和睦同居啊，詩篇啊，即係就好似黑門山嘅甘露啊，即係降在錫安山啊嘛，由呢個黑門山融咗雪，啲水咧就落嚟呢個加利利海或者格尼撒勒湖，跟住再經由約旦河咧，最後就落喺呢個鹽海或者死海嗰度咁啊。咁啊，知呢個就係黑門山。你見到提格拉比列色就其中一隊軍隊就打咗過去大馬士革，剛才所講嘅亞蘭啊，即係你大概都有印象，即係以馬內利嗰一個以賽亞書第7至8章嗰一段嘅經文裏邊就講到亞蘭國聯同北國以色列就係嚟攻打呢個南國嘅耶路撒冷啊，即係咁當時嚟講啊。即係就震動成個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嘅居民就好似即係個心就好似風吹嘅樹咁樣啊！即係擺來擺去咁啊，好震撼。而當時上帝透過先知以賽亞向呢個王去講啊，即係唔好因為呢樣嘢去驚啊！即係要依靠耶和華，即係要有呢個要俾個兆頭佢等等等等，因為呢兩個國家就係亞蘭同埋以色列。好似冒煙嘅火把咁樣，一陣間嘅啫，陣間就被撲熄啦。嗱，果然你會見到亞述國一隊兵就打咗喺即係呢個嘅耶路撒冷圍城嘅事件啊，被即係以色列亞蘭聯軍圍城嘅事件之後嘅大概2年左右，定係即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啦，霎時間要考究就唔查書啦，大概啦咁啊。就先即係就分別滅咗呢個亞蘭同埋嗱，你見到呢個路線，如果你睇經文會見到嘅，即係佢經過呢個 A 放大佢以雲啦，經過咗即係攻打以雲、亞伯伯、瑪迦、阿羅、夏瑣、他泊山，跟住再掃落嚟咧，就去到耶斯列嘅平原啦、米吉多啦，呢啲戰爭即係守衛嘅城市啦，打落嚟撒瑪利亞，即係北國嘅首都。公元前722年，北國以色列亡國，因為撒瑪利亞淪陷喺呢一個嘅亞述國手裏邊。咁當然城中嘅居民就被擄咗去散落去唔同嘅地方。北國嘅10個支派從此就散失咗，就都聚居唔返啦。就有別於南國滅亡之後，猶大同便雅憫呢，某程度上都仲有啲餘民可以回歸咁樣。咁你就會見到。即係呢一個嘅路線，呢一個就係北國嘅路線啦。咁當然啦，日後南國就再遲多8-0年啦。咁啊722去到586先至亡國，呢度就係撒瑪利亞啦。唔係你 sorry，呢度就係耶路撒冷啦。咁啊，其他嘅戰爭啊，關乎嘅，咁你睇翻啲經文啊，咁你會見翻呢啲路線究竟乜頭乜路啦咁樣。即係或者你可以查翻呢一個嘅地圖。咁啊嗱，從呢度你會見到，即係用明白咗聖經嘅地理咧。揾得到啊！用呢啲電子工具啊，或者網頁揾得到佢嘅地名，有埋啲箭嘴嗱，講明啊，參考嘅啫啊，唔好太過認真，即係你又唔好完全唔信，不過你又唔好盡信，即係作為參考，你會見到一個都有啲把握嘅路線嚟去方便我哋讀呢啲嘅經文，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嗰啲軍隊究竟經過咗咩地方，以至於能夠最後令到呢個撒瑪利亞淪陷咁樣。好，然之後下一頁嗱，到猶大亡於巴比倫啦，咁啊已經改朝換代啦啊，因為北國亡咗，亞述亦都俾巴比倫取替咗啦，敗於巴比倫嘅手上邊。於是乎，巴比倫嘅軍隊亦都係從北方落嚟啦，咁經過咗撒瑪利亞之後咧，就落到嚟咁啊，分別嘅路線你見到啦，幾條路線啦，落咗嚟比較南方嘅別是巴，再翻轉頭打翻過嚟。耶路撒冷，然後取地於耶利哥西底家逃亡之中就被擒啦，咁啊出走去到耶利哥城咁啊。呢個圖咧就唔係聖光聖經地圖噶咯，
你會見到咧呢個圖其實係取材自網頁裏邊話取材自聖經及教會歷史地圖集，陣間會介紹下呢本書嘅。咁啊，我剛剛揾翻我自己嗰本啦，因為即係喺我啲家當裏邊啊，終於揾翻佢啊，確定係喺第48頁係有嘅。不過呢本嘢都有翻啲年份㗎啦，即係要買翻都唔容易咁啊。咁但係呢個圖咧係非常之高質素嘅，因為佢原本係喺1990幾年嘅時候，一個嘅翻譯，即係喺美國定邊度嘅一個英文嘅地圖集，好簡而精，圖片亦都好清晰咁樣，咁嘅一本書就翻譯咗做中文啊，由當時應該係蔡錦濤博士啊，我教會歷史導論嘅老師啊，咁去做呢個翻譯。咁亦都係一個當時佢喺呢個漢語聖經協會裏邊去工作啦、侍奉啦咁啊，咁出嘅一本個作品歷時好多年嘅翻譯作品嚟嘅，非常之好高質素嘅東西。咁所以你見到個圖片有埋啲 contour lines 啊，即係佢唔完全見到標示，即係有埋啲山嶺嗰啲嘅，你即係雖然睇唔到幾百米咁，但係你見到啲山嶺嗰啲範圍，咁啊耶路撒冷喺山嗰度嘅。咁啊，即係跟住就點樣出邊就比較沿海啊，非利士就剛才講完啦，平原呢個地方，咁啊打到過嚟，西底家就喺逃亡中被擄啦，攻陷各城邑，圍困耶路撒冷啊，埃及王合弗拉同猶大王西底家叛變之後啊，尼布甲尼撒就喺公元前嘅598至97就興兵咁打咗相當嘅年日，中間又停咗一陣子，跟住再圍困，就去到586年嘅時候，攻破耶路撒冷，燒毀聖殿，咁啊，即係有好多個民眾被擄等等等等嘅事情，咁啊，呢個就係地圖顯示嘅，即係點樣配合翻個經文啦咁好，參考資料。因為講唔晒噶嘛，即係當然你可以上聖光聖經地圖度睇啦。如果你話我要睇實體書，有咩書值得睇嘅咧？咁啊，呢幾本都係我常常即係會睇會參考，尤其是即係要講解俾啲學生。即係網頁同聖光聖經地圖係好高質嘅。咁但係你話我要揾本書能夠可以引用嘅 quote 到個頁數出嚟嘅，中文都得噶啦。咁你可以睇黃石木博士所編嘅實用聖經地圖集啦，係聖經通識叢書裏邊嘅。不過可惜已經暫時據我所知係斷咗版嘅，你買唔到噶啦。即係坊間，即係基道出版社嘅網頁。我之前查啦，我最近冇查過。我之前查嘅咧係冇貨噶啦。咁啊。剛才所講嘅第二本蔡錦濤博士所編嘅咧《聖經及教會歷史地圖集》唔止係聖經裏邊嘅，連埋教會歷史去到近200年嚟即係基督教再來華嘅時候嘅一啲嘅記載咧，即係相關嘅地圖咧都有喺度嘅，咁啊非常之好啊！亦都唔止係地圖啦，亦都有一啲嘅照片啦，1999年第一版應該1999年11月係第一版嚟嘅，2007年就第二版啦。留意呢個版唔係好似中文書比較特別嘅，中文講嘅第一版、第二版咧可以有兩個意思嘅。英文嘅第一版、第二版咧，往往第二版咧就係修訂咗先出第二版嘅。華文書籍中文書籍咧出嘅第二版咧，可能係第二冊嘅啫，即係可能個內容係一模一樣嘅，冇修訂過嘅。因為如果修訂過咧，會話俾你聽係修訂版。咁所以佢嘅第一版、第二版咧，可能係講緊即係列印咗，譬如第一版係3000本或者3萬本，第二版咧又再加印，咁叫第二版咁。我手上面嗰本咧就係第一版嚟嘅，1999年嘅。咁但係去到2007咧就係第二版啦，2018年咧已經去到第四版啦，應該係仍然可以買得到。咁啊，我覺得即係以地圖嚟講咧，呢本係值得你收藏嘅東西啊！即係當然唔係收埋佢睇，即係要攞出嚟睇啊！我意思係值得你買嘅。咁啊，當然可以用網頁免費嘅資訊啦。咁啊，入呢個網頁click 即係應該係可以 click 得到，或者你照打翻入去啦。咁然之後就係咯。咁啊，即係然後打個地名，好簡單嘅使用。你喺聖經裏邊見到個咩地名，你打翻個地名就會出㗎啦。無論你用手機定電腦都會睇得到。當然電腦就大啲啦，容易啲睇到啦。咁即係中英對照嘅搜尋各樣嘢。咁另外一個加送俾大家。有啲時候大家可能會問嘅，啲聖經裏邊除咗有地圖呢樣嘢之外咧，咁其實亦都好多時咧有啲名咧
係大家摸不着頭腦嘅，就係啲度量衡單位啦。即係佢唔會有一加侖咁啊，唔會一公升咁啊。咁啊，即係幾多石嘅酒，幾多石嘅水，或者係一他連得銀子啊，兩他連得金子，一舍客勒，咁嗰啲係幾重啊咁樣。嗱，我哋可以用呢一個啦。嗱，你見到有心心喺度啊，我好中意用呢個聖經度量衡換算嘅。嗱，當然可以你揭一個實體聖經後邊都有一個同現代嘅度量衡嘅標準換算啦，即係一他連得就等於幾多磅或者幾多克或者幾多公斤咁樣。但係你用呢一個嘅電子工具啊網頁咧，如果你上到網嘅話咧，你 click 入去啊信望愛網站啊，即係呢個Faith Hope Love 啊呢個應該係台灣嘅網站嚟嘅。咁佢裏邊其中嗱，佢個網站好多東西嘅，即係我亦都即係尤其是未有自己電子工具嘅時候，好中意用嘅，有原文工具啦，有一啲查經嘅資料啦。咁其中一個就係呢個度量衡換算表。你直頭見到個網頁，咁你就去揀啦。我要你揀他連得嗰項，你打入去，譬如話我要知道五他連得係幾多，咁你打個五字落去，咁佢隔離就會 show 翻出嚟，就等於幾多斤或者幾多公斤或者幾多克咁樣，會自動彈出嚟嘅。係咪好可愛咧？非常好用咁啊！即係你可以相當信賴佢出嚟嘅資料啊，因為都梗咗噶啦呢啲，你只係即係佢即刻就同你做咗個換算咁樣。咁當然啦，喺而家呢個世代，如果你係熟習啲即係用電話搜尋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好簡單，因為 AI 亦都可以幫你做咗。咁但係有時你會疑惑噶嘛，AI 啲嘢準唔準確㗎？嗱，呢個疑惑係誠然係合理嘅。有時出嚟嘅東西，尤其是聖經唔係個個聖經嘅用嘅資料唔係個個都有興趣，咁變咗佢被使用、被訓練嘅次數唔多。咁我都係通常係即係用翻呢啲嘅電子工具啊，即係尤其是一啲經過核實啊，即係人家係用咗好多嘅資源啊，學者去睇過嘅工具咧，我覺得比較可信啊。我相信日後 AI 會做得更好嘅，但係而家嚟講咧，聖經嘅材料係比較少。咁當然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我先至錄製呢啲短片啦。因為我自問我自己考究過短片裏邊嘅資料，我先夠膽講啊，唔敢話100%啱，但係最低限度我都考究過啊。作為一個做聖經研究嘅人咁啊，但係網上面好多個資訊咧，我睇咗有啲係好俾心機做，但係亦都有啲嘅資料咧，我唔會話唔俾心機，但係落咗太多主觀嘅元素，太多有時未經核實嘅資料啊，一睇落去我哋就會覺得，咦，我唔係好認同啊，唔係淨係意見上邊唔認同啊，連真確性資訊性都係唔認同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仍然會堅持，即係我做嘅嘢係你問我，我會俾到個理由或者出於咩書作為一個標準。好啦，聖經度量衡換算咁啊講完咁啊，今集去到呢一度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睇，下一次咧我哋去到最後一集啦，就係唔係整個係即係只係呢個系列啦，當然係就去到呢個打底篇嘅最後一集啊，我仍然預備緊個 PowerPoint 嘅，所以依家唔透露住啦。咁啊點樣完結呢個打底篇咧？下一次我哋就會知道。好，講到呢度，拜拜。感謝你收睇今次嘅信息，證明你骨骼精奇，充滿咗耐性同愛心。咁唔爭再俾個 like、訂閱呢個 channel 同 share 俾你熟悉嘅朋友啊！間中記得嚟睇下有咩新片上載咗。多謝大家支持，拜拜。